帶大家嚟到中山港口睇一個首付只需要3萬蚊嘅樓盤喎，睇睇我啲小區嘅環境係超級靚嘅喎。呢度呢個泳池睇到嘛？藍天白雲，非常之舒適嘅。啲小區周邊食飯行街非常之方便嘅喎，超級多嘅超市，有3大商圈同埋2大公園，甲等醫院都係項目附近嘅喎。事不宜遲，我哋想去樣板間睇睇啦。嚟到區域圖呢度睇睇，項目係屬於旗康新城嘅位置喎，5公里範圍內有我哋上城 V-Park 廣場同埋1+1廣場，仲有我哋3年會員店嘅喎。直距新東通道中山城北出入口2公里，輕鬆接駁南中高速，自駕廣州南沙同深圳只需要15分鐘同埋30分鐘。而家中山北站全面升級，將接駁新江鐵路同埋廣珠城寨旗江道路。未來中山直達廣州珠江新城用時僅需要45分鐘。遠離中港巴士站就係家門口嘅喎，每日都有20班次穿梭香港各大商圈，交通都非常之便捷㗎。睇我哋周邊啲書包都非常之完善嘅喎，有我哋港口幼兒園同埋港口中心小學，呢邊仲有港口理工學校，港口嘅醫院都係項目附近嘅喎。睇到沙盤呢度。在售面積係88方至到110方，3房至到4房單位嘅喎。而家嚟到我哋小區嘅園林睇睇，小區嘅園林綠化面積達到36%，係相當之高嘅喎。仲配有我哋嘅兒童遊樂設施同埋老年人健身設施。每棟樓下都係架空層嚟嘅，打造不同嘅主題空間嘅範圍所。小區入邊仲配有雙游泳池、環氧跑道。而家嚟到我哋樣板間呢度睇，不過係101方2+1戶型嚟個，係2梯2戶嘅。我哋入嚟睇睇，呢個位置咧仲可以擺翻個鞋櫃嘅位置，門口呢個位置係屬於我哋專用嘅。呢個位置都係全部贈送嘅喎。睇啲房間入邊咧係父母房嚟嘅，望住嘅係園林嘅風光，全部都係向南嘅喎。101方客廳都係非常之方正嘅喎，見到未？陽台呢邊咧係都係望住向南嘅，望住嘅係園林嘅風景，係特別養眼嘅。位置都係好四正嘅喎，呢度做到 U 型嘅廚房。嗱，呢邊呢個兒童房咧都係贈送嘅喎，睇到呢邊兒童房，對上咁大嘅面積，超級舒適嘅。呢間房係個套房嚟嘅。三邊咧都係望住園林嘅風光，全部都係向南嘅。而家嗰個101方嘅戶型做到南北對流，非常之通透嘅喎。而家開發商優惠力度都非常之大嘅喎，成功認購嘅話，仲送1件家私家電配套，仲有我哋產權車位贈送嘅喎，係咪好抵咧？如果有需要嘅話，評論區留言俾我啦。